最近我都会请到一个专家，而且听众反应很好啊，就是顾晓培博士。顾晓培博士他本身是药理学者，以前也是在大学专攻是细菌学，然后呢还是做免疫的研究工作，分别在很多的药厂做过几十年了，然后现在回来香港帮一些这个朋友来到解答疑难。现在微微呢这个直播室里又请到了顾晓培博士的，顾博士欢迎你，你好。你好。那么其实我刚才就见到顾晓培博士，我就问顾博士到底一些看你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病啊？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病多一些呢？譬如話有啲人佢有癌症啦，咁咧就佢又唔想化療又好驚化療，或者咧係佢想化療，但係醫院放棄咗佢。唔俾佢化療，話佢年紀太大啦，你唔好唔使咁辛苦啦。咁其實咧就係話，其實你都年紀咁大啦，由佢啦咁樣。或者咧係有啲人咧係化療咗，但係又翻發喎，咁之後唔知點辦好啦。咁呢啲係癌症嘅病人。另外咧有啲就係譬如話細蚊仔有自閉啦，咁點樣辦呢？對自閉細蚊仔點樣可以幫佢可以好翻呢？或者呢自己有一啲叫做自體免疫嘅問題啦，譬如話牛皮癬啊、紅斑狼瘡啊、強直性脊椎炎啊、多樣性硬化呢啲，咁咧嗰啲病呢係可以，譬如話多樣性硬化呢，可以到最後呢係全身都唔喐得咧，係就算呼吸都呼吸唔到，就夾硬咁樣死咗嘅。或者有啲人佢有濕疹啊、鼻敏感啊，大概都係呢啲問題咯。明白。我現在讀出微博的一個聽眾哈，他說是這個找顧曉培是微微最明智的決定。顧博士博學多才，幾乎無所不識，看了他的作品獲益良多，吃了他的健康食品，一些頑固的病都給醫好了。希望多點請他上節目，多點認識他，令多點人受惠。然後是我的長期是一線的聽眾哈，然後是寫個微博給我們，很感謝大家。其實如果大家在身體上面、健康上面有任何的問題的話，也歡迎大家寫電郵給我，寫給EZone的那個電郵就是 ezone@rthk.hk ezone@rthk.hk， 或者給我發微博，就是我自己有這個微微的微博，然後呢問顧老師的一些問題都可以哈。好的，那麼好像顧博士剛才你說都是一些長期病患者。就有的甚至西醫都沒有希望的一些病人或者來這個朋友來找你是嗎？因為醫生所有嘅藥呢都係藥廠做出嚟俾醫生用嘅，如果藥廠唔做一隻藥呢，醫生就冇藥用。但係藥廠呢就唔係濟世為懷嘅地方嚟嘅，藥廠呢係賺錢嘅地方。咁藥廠點可以賺到錢呢？有專利嘅就賺到錢啦，因為專利呢表示佢可以獨市，咁佢一可以獨市呢，就乜嘢價錢都可以夠膽嗌出嚟嘅。佢話要1000蚊，你就乖乖地攞1000蚊出嚟，佢要1萬就1萬，有啲標靶藥呢係15000蚊一針，一個月打3針，咁就一個月就攞45000蚊嘅。咁你話唔打，我話唔打咪唔打咯，但你冇地方買得到嘅，咁樣就賺到錢啦。但係所有嘅天然成分呢，係全世界冇人可以攞到專利嘅。咁藥廠一冇專利呢，就一啲興趣都冇。但你諗下，一個藥廠要做一個臨床測試去證明嗰隻藥呢，起碼都要1億美元，醫學院都冇呢個錢。咁如果藥廠花咗1億美元證明洋蔥素係得嘅，咁就真係益街坊啦，個個都賣噶咯。又平。係啊，你賣100蚊，有人賣90蚊噶，你賣90蚊，有人賣80蚊噶。咁但係有專利就唔同啦，有專利你就係可以咩價錢都嗌出嚟啦。咁好啦，咁如果藥廠唔去投資去做呢個臨床測試呢，就唔會有個臨床報告出咗嚟。冇臨床報告呢，亦都申請唔到一隻藥，咁於是醫生就冇藥用。
咁醫生亦都可能，除非佢睇研究報告，如果唔係佢就話冇得醫噶啦咁。但係其實咧唔係冇得醫嘅，係好多醫學院咧係不斷咁樣做醫學嘅研究。嗱，醫學院嘅研究咧就咁嘅，佢做咗出嚟之後咧，佢目的就係要發表嘅。發表咗出嚟之後咧，佢嘅使命完咗噶啦。有冇藥材跟進咧？真係唔關醫學院事嘅。咁結果咧就係有好多好嘅嘢咧已經發表咗出嚟，但係藥廠唔去跟進，咁一般人又唔會去睇啲研究報告。咁我就因為喺藥廠度做咗26年咧，我日日都要睇最新嘅研究報告，所以我睇埋埋咧，又係知道有好多好嘢嘅，同埋知道喺邊度可以揾得到，咁所以就可以介紹俾讀者啦。就話其實咧可以解釋俾你聽點解嗰啲病會發生啦，同埋點樣可以當發生咗應該點樣處理，未發生之前點樣預防。明白。有冇看法？嗱，要講癌症咧，就要先講翻2002年嘅諾貝爾獎啦。喺2002年呢，就有3個學者咧就攞咗諾貝爾獎。咁佢哋嘅得獎題目咧叫做細胞自滅，自己消滅自己。喺2002年之前呢，我哋淨係知道細胞會俾細菌謀殺，會俾真菌謀殺，俾病毒謀殺。我哋唔知道原來人嘅細胞咧會自殺嘅。咁原來咧每一個細胞，每一個正常細胞咧都有一個叫做癌抑制蛋白，係控制住一個自殺嘅機制。咁呢個癌抑制蛋白咧就不斷咁樣監察個細胞裏邊嘅遺傳物質。咁當遺傳物質有異變咧，咁呢個癌抑制蛋白就會啟動呢個自殺機制，就逼嗰個癌細胞去自殺。癌細胞點樣自殺呢？佢嘅遺傳物質 DNA 就會裂成碎片，整個細胞核就會唔見咗，整個細胞就融化咗嘅。咁呢個現象咧就叫做細胞自滅，自己消滅自己。英文咧叫做 apoptosis， 就係2002年嘅諾貝爾獎嘅得獎題目。咁既然有一個咁好嘅一個機制，理論上就唔應該有任何嘅癌嘅。但係如果呢個癌抑制蛋白根本就做唔到出嚟咧，嗱，一個細胞要做任何嘅蛋白質咧，每一個蛋白質嘅料都係來自遺傳物質嘅。咁就有一段嘅遺傳物質咧，就做一段嘅一個蛋白質出嚟。咁呢段嘅遺傳物質咧就叫做基因，叫做 gene。咁每一個基因前邊咧都有個開關掣嘅，叫做 promoter， 就好似每盞燈都有個燈掣。好啦，咁如果而家燈掣上邊有啲香口膠黐住咗喺度咧，雖然嗰個光管或者燈膽冇事咧，我哋就開唔到盞燈啦。同樣喎，咁如果呢個癌抑制基因嗰個開關掣 promoter 上邊有啲垃圾黐住咗喺度咧，咁個細胞就啟動唔到呢個基因，就做唔到呢個蛋白質出嚟。咁呢個蛋白質叫做癌抑制蛋白啊嘛，咁做唔到咪冇咗呢個保護機制咯。咁所以咧就係癌咧就係因為嗰個癌抑制基因係上邊個開關掣上邊咧就多咗啲垃圾，嗰啲垃圾咧就叫做甲基。甲乙丙丁個甲咧，基就係基礎嘅基。甲基咧係一種好細嘅化學物品啦，英文叫 methyl。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多咗啲甲基咧？嗱，通常啲癌之所以會有咧，就因為細胞或者組織受傷。嗱，舉個例，譬如話食道癌啦，咁有啲人咧佢有個習慣，有個壞習慣啊，就飲一啲好熱嘅水。咁嗰啲熱嘅水咧就會灼傷咗個食道。咁呢個灼傷食道咧就會引起一種發炎噶咯。嗱，有兩種發炎嘅，有一種咧就係細菌、真菌、病毒引起嘅發炎，但係一種咧係
無菌嘅發炎，叫 sterile inflammation。嗱，點解會咁呢？嗱，一個細胞裏邊咧有好多嘢嘅，但係咧有個細胞膜咧就包到佢實嘅，所以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嗰啲巡邏身體嗰啲免疫細胞咧，經過個細胞外邊咧係睇唔到細胞裏邊嗰大堆嘅物質。但係如果細胞受傷啦，咁細胞裏邊啲嘢咧就漏咗出嚟咯。咁免疫系統一睇，咦，點解未見過嘅？佢以為敵人嚟咗啦，咁佢就會對住嗰個受傷嘅地方咧，就猛咁噴啲氧游離基。啲氧游離基咧就會令到問題咧更加嚴重咯。咁我哋叫呢啲叫做無菌發炎。咁啲氧游離基咧會傷害細胞嘅遺傳物質 DNA 嘅，就好似我哋照 X 光咁樣，嗰啲 X 光亦都係氧化性好重嘅物質咧，就會令到細胞嘅 DNA 會受傷嘅。咁個 DNA 一受傷咗之後咧，咁個細胞就要修補啦。咁修補嘅方法咧就會需要用到一個酵素咧，叫做甲基轉移酶，就將啲甲基叫做 metal 咧，就去幫助去修補啲 DNA。但係咧，呢個甲基轉移酶咧，亦都會將啲甲基咧就唔覺意咧就放咗喺個癌抑制蛋白個基因嗰啲開關掣上邊。咁結修補咧，咁咪增生咯。但係喺呢個同時咧，佢就失去咗嗰個監控嘅機制啦。咁結果就係細胞就增生，但係就冇呢個癌抑制蛋白去監控嗰啲胃酸走去食道度灼傷個食道啊，或者係有啲人佢吸煙，佢以為自己好叻，咁咧就吸煙咧就唔吸入個肺嘅，就喺個口腔度咧就兜個圈咧就吐翻出嚟。但係咧嗰啲香煙咧就會溶喺個口水嗰度，嗰啲煙嗰啲物質溶喺口水咧就吞住去食道。所以譬如話食道癌嘅有兩種嘅，就有一種咧就係香煙引起嘅，就係當食道嘅上2/3咧就出癌咧，嗰種叫做鱗狀細胞食道癌。咁如果係食道嘅下1/3咧，嗰啲就係因為胃酸倒流。有所講嘅無菌發炎引出嘅氧游離基，咁全部咧都係因為受傷，細胞受傷，所以咧係譬如話，如果個胃成日都會有胃潰瘍咧，就好容易會有胃癌嘅。嗰個腸成日都發炎咧，發黑炎咧就多咗啲息肉，因為佢要修補啊嘛，咁啊慢慢呢個良變惡咯，個息肉咧就變成腸癌啦。咁呢啲咧就係嗰個因為細胞而引起嘅癌變。當嗰個應該嚟講咧，就要有一個控制機制叫做癌抑制蛋白嘅，但係因為呢個癌抑制蛋白咧就係已經冇辦法發功啦，咁結果咧就因為他們已經是自己受傷害了。因為佢細胞受傷嗰時咧，細胞出動一個酵素叫做甲基轉移酶。咁呢個甲基轉移酶咧，就將啲甲基咧就轉移咗去嗰個遺傳物質嗰度，幫助佢修補。但係咧，亦都同時咧，將啲甲基轉移咗去控制住癌抑制基因嗰個開關掣上邊。咁結果咧就遮住咗開關掣，就好似多咗啲香口膠黐住咗燈掣嗰度。咁就開動唔到呢個燈，開動唔到呢個癌抑制基因。咁本來就有嘅抗癌機制咧，就發揮唔到作用。明白。而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的呢？咁咧就係要用一啲保健食品咧，就係清理咗、搬走咗嗰個甲基啊。咁有乜嘢健康食品可以搬？咖喱個黃薑粉裏邊嘅薑黃素啦，咁樣。咁係咪話？
足夠，所以咧就坊間有好多健康食品店都可以買到綠茶素嘅，咁就要去食嗰啲綠茶素，因為佢哋啲綠茶素咧係可以個綠茶素嘅純度咧可以高達98%，即係差唔多好似飲咗980杯茶咯。咁你係冇可能飲到980杯茶嘅，咁所以好多人以為使乜買綠茶素去食咧，飲多幾杯茶就得咧，其實唔夠，係要用保健食品先可以夠。明白，但是如果有剛才我們說的腸癌、食道癌等等，是真的就是我多吃綠茶素、薑黃，甚至這個什麼洋蔥，然後呢洋蔥素就可以殺死癌細胞，或者剛才你說的把這個甲基來的清除，令它恢復正常。咁樣，當有啲人佢嚟到揾我，咁我話就淨係一個綠茶素咧未必得，因為癌細胞咧會有適應能力嘅，咁我哋就要用幾種唔同方法咧去夾攻個癌細胞。咁頭先綠茶素咧就係清理咗個癌抑制基因前邊開關掣嗰啲甲基，咁就啟動翻個癌抑制基因，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咁嘅，就係同2009年嘅諾貝爾嘅醫學獎有關。咁呢一年呢，佢哋咧就揾到嗰3個學者咧就揾到一個好重要嘅生物酵素，叫做中端酶。中咧就係始終個中，端就係端午節個端，酶咧就係酵素啦，嗰個酶，走字邊一個每天嗰個酶。咁咩叫中端酶咧？嗱，當一個細胞由一個分為2個，咁佢未分開之前呢，佢必須要將佢整套嘅遺傳物質複製一次。咁一個細胞咧就有2套完整嘅遺傳物質，咁之後咧就拉開佢，咁啊將個細胞咧從中間拉開，咁就拉出2個細胞出嚟。咁呢個就係一個正常嘅細胞分裂。咁即係話個細胞未分裂之前呢，就要複製嗰個遺傳物質。好啦，而家我哋當嗰個遺傳物質 DNA 好似一條好似一支鉛筆咁樣，咁咧就有個酵素咧就喺個鉛筆頭咧就一路向住鉛筆尖咧就一路行咧就複製個筆。或者咧我哋當嗰支鉛筆咧好似一條火車軌。咁複製嗰個酵素咧就好似一架工程車，咁啊工程車咧就一路行咧，一路沿住火車軌咧就一路複製個車軌啦。但係當嗰個工程車去到個車軌嘅底咧，就有一個問題發生喎，因為呢個工程車咧係坐喺少少車軌上邊嘅，所以佢坐住嗰部分嘅車軌咧，佢係複製唔到嘅，就好似一個油漆匠騎喺一個橫梁上邊喺度游嗰條梁，一路游一路向後褪，一路游一路向後褪，咁佢褪下褪下褪到梁嘅盡頭咧，死啦！自己坐喺少少梁上邊嘅，咁佢坐住嗰部分嘅梁咧，佢就游唔到嘅。意思即係話，每一次一個細胞分開，由一分為成為2個細胞咧，嗰個新嘅細胞嘅遺傳物質 DNA 一定係比舊嘅細胞咧係短咗少少嘅。咁好啦，一個人一出世嗰陣時咧，佢嘅遺傳物質 DNA 後邊咧係拖咗一條好長嘅尾巴嘅，係一啲完全冇意義嘅 DNA 嚟嘅。但係佢複製 DNA 嗰陣時咧，佢就連冇意義嘅都一次過複製埋，不過最後就斷咗少少。咁唔緊要，短嘅部分係冇意義嘅。但係當呢個人去到70-80歲咧，問題就出現啦，個細胞就會衰老啦。點解呢？因為同一個細胞經過70-80年嘅複製，每一次都短少少嘅，佢咪短下就將嗰個冇意義嗰條尾巴咧短清光，再繼續複製落去咧，就短埋入去重要嘅部分咯。咁細胞開始有啲缺陷啦，因為有啲重要嘅 DNA 就冇咗啦嘛。咁呢個就可以解釋點解人會衰老。但係原來癌細胞咧係唔會衰老嘅，因為癌細胞有一個特別嘅酵素係正常細胞冇嘅。呢個酵素咧可以令到佢可以修補嗰個冇意義嘅條尾巴。
咁個癌細胞不斷咁樣增生，咁咪越嚟越短咯。但係佢有呢個酵素咧，又修補好啦，不斷增生又越短，又修補好啦，咁咪唔會短到入去重要部分，又唔會衰老咯。咁令到癌細胞能夠修補得到呢個酵素咧，就係2009年嘅諾貝爾獎得獎題目，叫做終端酶。嗱，如果我哋可以抑制呢個癌呢個酵素咧，對正常細胞係一啲副作用都冇嘅，因為正常細胞冇呢個酵素，咁咪唔會有副作用咯。但癌細胞就好介意啦，因為癌細胞最叻就增生，越係增生得快，就全靠呢個酵素咧可以修補翻。但係如果你能夠抑制呢個酵素嘅話咧，佢就越嚟越短啦，結果咧就短死咗佢，佢會衰老而死。咁有咩健康食品，有咩天然成分可以抑制呢個癌嘅酵素咧？就係粟米芯裏邊有一種成分咧，叫做 nicotinic acid。咁咪我哋姑且叫佢做粟米芯素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咪有兩個方法啦，一個咧就用綠茶素逼個細胞自殺，因為我哋啟動翻嗰個癌抑制基因。第二個方法咧就逼個癌細胞呢就衰老了。時間關係呢，今天先跟顧曉培博士談到這裡，下個禮拜繼續談到底呢，如果有癌症的朋友可以怎麼樣用天然食品來到治療的。謝謝你顧博士，謝謝。